奧克蘭北岸 Devonport 嘅地理位置係港口嘅尖端，該區萬 Victoria 嘅山勢高，係奧克蘭主要嘅海岸防禦中心。當然有俄羅斯恐慌嘅議題，裝隱形大炮係預防萬一嘅。新西蘭曾經係英國殖民地，喺19世紀嘅後半期，英國同埋佢嘅殖民地對俄羅斯帝國嘅軍事擴張存在恐懼，令新西蘭建設咗沿海防禦工事，維多利亞山就係其中之一。呢個山頭嘅隱形大炮就免費任由人參觀啦。有機會一定要嚟見識一下。而家帶大家先睹為快。隱形大炮呢係靠高度嘅優勢提供廣角嘅補充火力。優點係利用大炮開火嘅時候產生嘅後座力，自己縮返入地底。有人可以深入大炮嘅底部，了解下係點樣嘅結構。大炮喺開火之後縮入地底，希望神不知鬼不覺。目的都係隱藏炮管同埋佢嘅基座，免於暴露目標，唔使俾敵方輕易搜尋。任務就係盡量唔俾任何敵方嘅艦隊輕易靠近奧克蘭。封鎖外海同埋 Rangitoto 火山嗰度附近嘅航道。好彩呢啲炮台從來冇真正開過火，打過敵人。睇下山上草坪呢啲紅身白波點嘅冬菇頭，佢係識別呢度嘅標誌嚟嘅。前面有居高臨下漂亮嘅一線海景，又能夠眺望奧克蘭市中心同埋天空塔。山上面設有地勢模型，俾大家了解下佢嘅戰略位置。德文港嘅主街頭就係碼頭，每月第一個週六早上就有 Devonport Market 美食市集，海邊經常睇到往返奧市中心嘅渡輪緩緩行駛。主街 Victoria Road 好有懷舊格調，適宜輕鬆漫步。街上面商店林立，有圖書館同埋各類嘅生活設施。再帶大家嚟睇下呢個富有歷史而懷舊式嘅小商場。佢嘅裝修氣氛浪漫，步入其中，已然一種享受。通道旁邊係一間懷舊嘅 cafe， 嚟食個悠悠嘅早餐，可以忘掉世俗煩憂。呢個魚肉漢堡套餐好食，亦都比連鎖快餐店平喎。
圖書館同碼頭之間嘅海旁大草地係兒童遊樂場嚟㗎。場內玩樂設施頗有特色，俾細路仔釋放精力嘅機會。帶同家人嚟呢度席地野餐都幾舒服㗎。如果你都想開車上維多利亞山，佢嘅車道早已經被封，但係山腳 Kirk Street 轉入去小路有停車場泊車。只需要步行約10分鐘，就可以上山一窺隱形大炮嘅全貌啦。週末有空，你都不妨嚟閒逛一下。